影片观看后有观看记录哦。你看那个缩图右下角有3个点，点按一下，点按3个点，然后来第2行第2列的储存至播放清单，然后来要等它显示哦，要先建立播放清单哦，有没有？频道主了 YouTube 参考资源，网络 YouTube 影片资源献祭，网络影片经营，按完成这样，然后来这个影片右下角3个点按下去，然后来第2类储存至播放清单，要等它显示哦，不能马上按完成哦，显示以后才能勾选。来频道主 YouTuber 参考资源，网络 YouTube 影片资源献祭，哦，网络影片经营哦，按完成，就是这样来加入播放清单。